係香港嘅經濟睇嚟個發展有唔錯嘅勢頭。內地嘅經濟其實發展相當穩健向前，而且基本面堅實，市場規模龐大，政策空間亦都充裕。呢啲都會為我哋嘅經濟帶嚟有力嘅支持，消費同埋投資氣氛相信會改善。大家好啦嚇，今日咧我哋就講翻下香港嘅樓市啦嚇。咁香港嘅樓市咧最近咧已經由低位咧係回升翻幾個月咯喎。咁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咧喺2025年嘅3月初咧係最低咧係見過134.89嘅。咁經過2個多月嘅低位徘徊啦，咁終於喺5月中啊，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咧係由135.16咧就開始呢個升浪啦。咁最新嘅數字啊，喺2025年底啦，咁呢個數字就報145.67，咁由低位嚟計咧，就總共係上升咗7.8%嘅。咁25年啊，咁全年裏邊咧埋單咧係總共咧係升咗5.2%嘅。咁呢個升浪咧，咁究竟係咪一個虛火嚟嘅咧？咁我就逐點咧就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咁首先咧，我哋就要回顧一下香港嘅樓市咧幾時開始跌啊？咁同埋咧咩原因引致佢下跌嘅？咁當時究竟發生咩事咧？咁我整理咗一下啦，咁就俾大家回顧一下啦。咁喺2019年啦，就香港咧係爆發呢個反送中運動嘅。咁啊去到年底啦，咁又啱又有新冠疫情大爆發喎。咁去到2020年嘅1月底，咁英國咧就開始一個放寬港人 BNO 身份嘅移居當地嘅規定嘅。咁去到2020年3月25號啊，咁咧香港咧同內地咧就係全面封關嘅。咁去到2020年嘅7月1號啦嚇，咁英國咧係再放寬呢個移民條件嘅。咁唔單止英國放寬啦嚇，咁其實咧好多個國家都係放寬俾香港人嘅。咁例如咧有加拿大呢個快速移民通道咁啦。咁啊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嘅公佈啊，2020年香港嘅人口數字咧係747萬嘅，咁係較2019年咧係減少咗46000人。咁呢個數咧係02年以嚟咧係首次下跌嘅。咁香港淨流出嘅人口啦個數字咧達到3.9萬人，係數字創新高嘅。咁疫情期間咧，佢好多大企業咧係相繼結業㗎。咁例如有大眾書店啦、港龍航空啦、UA 院線咁樣啦。咁啊國泰咧亦都係大規模裁減5300名咧嘅本地員工。咁而匯豐咧亦都係重啟呢個裁員3.5萬人嘅計劃㗎。咁啊啲市民咧就覺得即係會唔會俾人炒魷魚㗎嚇？咁飯碗不保咧，更加咧係打擊呢個買樓嘅意欲㗎。咁但係咧，當時咧有另外一批人咧就係炒通關嘅喎。咁加上咧喺個封關嘅情況下咧，啲市民咧就唔能夠即係咁方便係離境消費啦。咁而政府咧係亦都有一啲咁嘅紓困措施嘅。咁所以咧整體咧嗰個市面咧亦都唔係太差㗎。咁去到2020年嘅12月至到去2021年嘅2月啦，咁經季節性調整嘅失業率咧已經去到7.2% 嘅高位㗎。雖然咧4月至到6月咧個失業率咧就回落到去5.5% 啦，咁但係咧個情況仍然係好嚴重嘅。咁疫情咧都持續咗近2年啦，咁經濟咧個情況都未見有大改善嘅。咁於是咧就觸發咗新一輪咧嗰個結業潮。咁啊失業率咧又再度回升咯嚇，咁啊打擊咗呢個樓市氣氛啦。咁點解經濟差咗一段時間咧？咁香港嘅樓市要拖到21年8月啊，先至由呢個歷史高位回落咧？咁除咗咧之前咧所講有批人炒通關之外咧，咁當時咧其實好多國家咧為咗應付呢個新冠疫情咧而作出咗量化寬鬆嘅。咁有啲國家咧就直接啦派錢去鼓勵消費啦，於是咧大量嘅流動資金咧就推高咗資產價格，咁咧就令到樓市受惠嘅。咁港元啦就同美元掛鈎嘅。咁美國聯儲局咧就維持咗每個月1200億美元嘅量化寬鬆政策。咁由於有息差嘅緣故啦，喺2019年6月開始啦港元咧係對美元咧係出現咗淨息差嘅。咁部分嘅錢咧係流入咗香港。
咁港元嘅銀行體系咧嘅結餘咧，由疫情前嘅500億咧，係大幅增加至2020年10月嘅係超過4500億嘅新高位嘅。咁樓按相關1個月嘅拆息咧係最低見過0.06厘㗎，咁而 H 按計劃咧有啲低到咧係去到1.37厘㗎。咁供樓嗰個負擔就低啦，咁買樓嘅誘因咧就增加啦，咁於是咧對呢個樓市咧就有一個支持嘅作用嘅。咁簡單嚟講啦，港樓唔因為經濟差而即刻跌咧嘅原因咧就係因為錢多同埋低息啦。22年嘅2月24號啊，咁俄羅斯就入侵呢個烏克蘭嘅。咁同年嘅3月18號咧，就英國解除呢個入境限制。咁由於咧俄烏戰爭影響啦，咁啊引發多種嘅原材料咧個供應出現咗問題啦，咁啊引發咗通脹啊。咁美國咧就結束咗呢個近乎零息嘅利率政策，咁並喺呢個2022年嘅3月中咧就開始加息啊。咁美國咧係被進入呢個加息週期㗎。咁去到23年嘅2月6號啦嚇，咁香港咧係同內地咧係全面通關嘅，咁港人咧亦都係開始北上消費啦，咁嗰個零售市面咧又開始轉差啦嚇，經濟差咧當然咧就打擊呢個樓價啦，咁但係銀根充裕、市場水浸，再加上超低息呢個環境之下咧，呢個力量咧就抗衡咗經濟差打擊樓價呢個力量啦。咁美國加息，咁啊香港應該喺經濟唔好嘅情況之下咧係應該要減息嘅。咁但係咧，港元咧同美元咧係有聯繫匯率啦，咁所以咧港元咧係焗住都要跟加息嘅。咁更不幸嘅情況咧，就係當時咧香港銀行咧係有大量嘅錢咧係借唔到出去嘅。咁如果跟足美元咁加息咧，咁啊更加多錢借唔到出去啦嚇。咁於是咧喺22年大概2月度咧就造成一個情況啊。咁港元咧嘅利率咧係比美元咧係更加低嘅。咁於是咧就引致咧大量嘅港元就流走啦，就去俾兌換成呢個美金去賺取呢個息差嘅。咁啊近乎啦嚇冇風險，咁啊將啲港紙兌咗美金去賺息差啦，咁啊變咗啊買樓收租就唔係好吸引咯喎。咁由於經濟前景咧就唔係好明朗啦，飯碗都唔知保唔保得住嘅情況之下咧，原本咧唔少有置業傾向嘅業主咧都傾向咧不如租住先啦。咁樓價下跌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咧，根本咧就係嗰個樓價太高啊！咁其實喺2018年咧個樓市咧其實只喺度高位徘徊嘅啫。咁有實力嘅買家咧其實都買少見少嘅。咁最清楚啊個市場嘅承接力咧就係嗰啲發展商啦。咁佢哋見到個樓價總價高咧，咁已經好難揾到呢個買家承接啦。咁於是咧佢哋盡量咧將嗰啲樓盤咧嗰啲面積咧就盡量做細啲啊。咁我哋咧可以睇呢個納米樓嘅落成量咧就估到咧。嗰啲發展商點睇個市況嘅？咁喺2017年起啦，咁啊納米樓嘅落成量咧就大增啊！咁啊高峰期咧就喺2022年出現嘅，咁總數咧有成1010套嘅，咁個樓市咧亦都係嗰個時候咧就係開始崩塌啦嚇！咁所以樓市下跌咧，其中一個原因咧根本咧就係嗰個樓價已經係要見咗頂啊！咁啊市場購買力咧早已經係無以為繼啦。咁啊發展商咧就不斷咧係將啲樓整細啦。咁政府究竟有什麼措施咧？去協助啲發展商咧，去揸乾市場最後一分嘅購買力咧。正如頭先所講啦，樓市要去到2021年8月咧，呢個高位先開始回落嘅。咁而喺同年嘅10月咧，當時我哋嘅特首啊林鄭咧就係推出呢個新嘅施政報告。咁其中一項咧就係放寬唔同樓價咧喺呢個按揭保險下咧承造按揭嘅成數上限嘅。咁樓價800萬以下嘅新盤咧，最高啦嚇，可以承造呢個90%嘅按揭嘅。咁所謂呢個叫林鄭 Plan 啦嚇。咁啊發展商就做呢個納米樓，咁政府咧就喺個放大呢個槓桿喎。咁樓市需求不足，林鄭嘅施政報告咧，仲向呢個市場咧係釋出咧未來咧係供應大增呢個信號嘅。咁啊而移民潮帶動嘅沽樓潮咧，亦都由最初嘅善價而沽，慢慢咧就變成見價就沽啊！咁於是咧樓市咧喺高位支持唔到咧，就最終要回落啦。咁啊嚟到片尾啦，我哋又做一個總結啦。咁我哋咧回顧咗咁多件大事啦，咁我歸納呢波嘅下跌咧，就以下幾個原因嘅。咁首先第一點咧就係嗰個移民潮啦，就引致大量中產咧就移居海外，而帶走埋啲購買力。咁第二點咧就係新冠疫情嘅情況下咧，經濟環境就轉差啦嚇。
咁啊失業率上升。咁到第3點啦，咁經濟差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嘅匯率咧係可以下調咧去做一個調節嘅。咁但係咧喺聯繫匯率嘅情況之下咧，香港係缺少咗用匯率去做調節呢個機能。咁匯率唔能夠調節咧，於是咧就造成咧呢個資產價格去下跌咧，去做一個調節啦。咁到第4點啊，咁美國加息咧，香港係逼住要跟住跟嘅嚇。咁加息就代表呢個折現率上升喎。咁當折現率上升咧，其實所有嘅資產價值咧或者價格咧都要下降㗎嚇。咁經濟唔好，供樓嘅成本就上升，更加咧打擊呢個買樓嘅意欲啦。咁到第5點啊，咁港美息差咧就導致呢個資金流失。咁投資美元嘅定期存款咧，仲比呢個買樓收租吸引喎。咁啊更加壓制咗呢個投資嘅需求啦。咁到第6點啦，個樓價咧根本咧就已經係一個高位嚟嘅，難以有承接。咁啊發展商咧，咁啊同呢個政府咧就聯合啦嚇，就揸乾咗市場每一分嘅購買力。咁到最後購買力冇晒啦嚇，咁購買力不足就自然咧個樓價咧就要向下啦。咁到第7點啦，咁啊樓價購買力唔足夠。其實政府係知唔知嘅咧？咁例如要搞呢個北部大都會，增加呢個供應啊，咁係咪欲求而為之咧？